后来继续正段消息，来看国民党的立委鲍坤琪，昨下晡甲花莲县政府的官员针对着重建条例甲灾民开座谈会。议长张俊无予邀请，食不满，冲入去会场占倒啊！鲍坤琪早起到花莲地检署按铃，告张俊伤害、恐吓、妨害集会等等6项的罪名。啊，张俊讲伊尊重。 花莲县议长张俊面啊操哥哥，大话行入会场，哪行哪骂哪质问，行来到鲍坤琪面头前，大力斩伊的刀啊！一口气，鲍坤琪吞袂落。今仔日早起，立委鲍坤琪穿白色子、头黑色的西比乐，来到花莲地检署市庭宣告，要告议长张俊伤害、恐吓、甲妨害集会，拢总6条罪。我们绝对不容许。 用这种暴力的方式来破坏花莲在全国国人这样的一个非常善良温柔的形象。我们表示尊重啊，他也有提告的权利哦。我一定要替我们这个乡亲呐，尤其踢这一脚，我觉得替我们乡亲来讨这个公道，我觉得值得。国民党立委鲍坤琪甲戴天才，昨下晡甲花莲县政府政员针对重建条例甲灾民开座谈会。 议长张俊不满无予邀请，佮看到真济民众轰动伫咧外口，去甲是行入会场直接站倒啊，表示不满。立法院国民党团所召开的一个会议，事实上，一旦重建特别条例通过，所有的灾民都将是受益者。座谈会是第一个讨论的，那这个空间有限，场次分批。国民党强调，无禁止民众参加。 当天参加座谈的灾民也表示讲，是伫自救会群组看到有会议，就家己走来，无人甲因阻挡。灾民的苦我们都了解，所以尽快要把这个重建条例把它3读通过。灾后重建特别条例，要听灾民的心声，所以我爆发着冲突。鲍坤琪谴责暴力的行为，也指控张俊迫害特殊，双方也因为安尼闹甲像法院。 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